你係咪都以為腦退化一定會隨住年齡出現，定係覺得捱夜之後補眠就搞掂？今日就同你一齊打破呢啲大腦迷思。迷思一：腦退化冇得避免。其實只要平時多啲動腦，學下新嘢，做下運動，同朋友保持聯繫，都可以有效延緩甚至預防大腦退化㗎。迷思二：瞓得越耐，腦袋會休息得越好。其實最重要係睡眠質素，而唔係瞓幾耐。只有高質素、深層嘅睡眠，先至真係幫到大腦修復同整理記憶。迷思三：捱夜之後補眠就得。其實捱夜對腦部造成嘅損傷，淨係靠補眠係冇可能補得返晒。長期作息唔規律，反而會影響集中力同記憶力。想守護腦健康，記住最緊要係保持規律、高質素嘅睡眠，仲要多學習、多用腦。由今日開始，培養正確嘅護腦習慣啦。